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好好运动，又见面了哦，又看到我嘅係嘛？哦，看到我做一樣啊，運動係，日日就會看到我，日日看到我，日日做運動，運動身體就健康，心情就變好，又派起來嘛。看到我就係運動啊，哈，啊記得畫上等號啊，哈，嚟上到呢又搞全身有氧運動係嘛，又搞3隻動作，今日呢又要做搞1隻動作。各位加起來，全部加起來哦，安尼就做在提升人心肺功能哈。各位呢做在燃燒人脂肪哦哈。嗰種你等下一天哦，要堅持哦，做唔係跳跳嘅，又去旁邊坐等的哦哈。一天要跳跳，啊唔過呢，都跳嘅時間呢，連續動作嘅時間會有一點點喘。各位一樣嘅呢，要調整呼吸，要吸氣吐氣哦哈。各位喺跳跳冇鬆快嘅時間，那到旁邊用嚟踏步，然後人呼吸調整。各位張停定，我哋向下做哈，唔係都嘅很喘嘅，很停定嚟嘅，我哋向下做哦，好冇？好，大家要注意哦，各位哦，兩樣東西要放到旁邊嘛，水然後毛巾，係記得要放旁邊哦，隨時要補充水分。跳跳嘅呢，你知道哎呦最凍汗，唔好做在身體失水，身體上轉嚟停運動，好冇？今日我教大家4隻動作，前面3隻還記得冇？唔記得又唔記得咧，係冇？好啊，嚟帶大家嚟複習一下，好冇？第一隻係乜嘅？耶，就係 V 字步，係冇？第二隻係乜嘅？向人腳翹起來，係冇？第3隻動作係乜嘅？旁邊兩步，各位動胸口，旁邊兩步動胸口，做得冇？準備好嘛？準備好嘅哈，嚟手叉腰，準備好了，我嚟運動咯，記得咯哈，嚟抬頭挺胸，好嘛？唱音蠻好係啊，好，都是數下。嘅啊，思維夾起來，做得嘛？好，我嚟踏步咯，嚇，記得咯，嚟踏步咯，好嚟啊，向下，抬頭挺胸哦，嚇，做得嘛？腳要卡起來嘛，做得嘛？好，一下呢，同樣哦，到 V 字步開始好嘛？記得嘛？先做慢的嘛。好啦，先做幾張慢的張來夾嘅，好冇？準備哦 ，V 字步哦，哈，來了，預備開始，來 V 字，嘿，大叔哦，記得嘛？做得哈，做4道好嘛？第1道有聽到嗌嘛？做2道，好，各位聽呢就係乜嘅？腳翹起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各位哋旁邊2步係嘛？1、2、3、4，動胸口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？做一隻 V 字步哦 ，V 字，係啦，哈哈，做2道，第3道，好，腳翹起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旁邊2道，旁邊胸口，係啦，有冇？面帶微笑哦。好，再來踏步哦，哈，做得嘛？要記起來嘛？3隻動作啊，哈，然後搞第4隻動作，來，到前面哦，前面哦，好，來，行4步，退後，前面行4步，有冇？哎呦，看慢點喎，腳打結啦，係冇？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，有聽到嗎？好，腳到前面行4步，係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？做1道，做得好，請後1道，1、2，卡腳到位咯，好，來哦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記得咯，抬頭挺胸哦，好，做得好，有讓老師教有冇？要面帶微笑哦，係啦，1、2、3、4，請後哦，請後哦，1、2、3、4。做得冇？做得好，好，來原地哦，哈，哦，唔好都搞體嚟，係冇？忙啦，還有1隻動作啦，2隻動作哦，等好哦，做得，讓人身段邊講哦，要做乜嘢呢？好，來注意哦，要臀部嘅動作哦，好來，喂嘛，做得冇？嘿，就同樣臀部啊，哈，臀部運動哦，哈，做得冇？右片左片哦，哈，做得冇？做得好。唔會難啦，哈，做得啦，哈，好，不用再來，你看呢，老牙數，不用多2片啦，好，不用多2片咯，好，各位呢，加到你臀部哦，好來，1、2、
3、4、1、2，做得冇？伢数啊，安尼变到伢野位哦，有变到冇？系呐，安尼伢腰部的身段掌握较强哦，有冇？有冇？有一些咧旋圆的哈，啊，较脚条的做得冇？做得冇？有冇？有人系咁样同起来冇？加油哦！哎，全身向它动起来哦，有吗？有同起来吗？有啊！加油哦，加油哦，继续哦，走得哈，面带微笑哦。好，休息一下哦，脚踢，嘿，不用松一下，走得嘛？然后2只动作加起来哦，一样的呢，前面行4步，个扭一下诶，后背行4步。扭一下，试看呢哦哈，来先做慢的做好诶，慢的做诶，等下2张慢慢来，较脚条诶，好嘛？好，来准备哦，好，来踏步哦哈，来踏步，哎，等好哦，脚拿起来，好，肚子变，各位抬头挺胸，准备好嘛？来到前面咯，行4步哦，4步哦，记得咯，好，来慢条诶哈，1、2、3、4，哎。扭，哎，后背哦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方便冇？做得啦哈，做得啦哈。好，做了一道哦，1、2、3、4，扭4步，哎，退后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？前后一道慢嚟哦哈，腳要大腳冇？冇啦哈。嘿，安尼觀眾朋友嘅動厲害哦嗬，退後哦，扭4步，啊，較腳條嘅哦，準備好咯，來開始了，哎，1、2、3、4，後背，1、2、3、4，有停到眼冇？哎，1、2、3、4，打老師看樣哦，哎，看在示範老師看下做嗬，來看示範老師做哦，1、2、3、4，有冇？来抬头挺胸哦哈，1、2、3、4，有冇？你看抬头挺胸啊，你看体态做会变动强，有冇？哎，各位扭4步的时间，太对位，好，太对位哦，做一道哦，哎，各位看安妮老师哦，有面带微笑哈，准备哦，老眼向下来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做一道好冇？1、2、3、4。做一道1、2、3、4，哎，放松一下，做得冇？做得，你还踢几多只动作？踢4只，系冇？踢1只系耶，V 字步系冇？踢1只系乜嘅？腳企起來，係冇？踢3只係乜嘅？旁邊，踢4只係冇？行4步，各位扭，記得冇？記得嚇。啊，你好哦，我講快時間，夾去洗一下水，等下轉來全身有氧運動哦。轉一片好嘛？水洗好嘛？洗好嚟哈，準備哦。好，來踏步啦，開始哦。1，加油哦！踢1只動作準備咯。我哋乜嘅耶哦 ，V 字步哈，開始來，加油哦！試到哦。踢1只動作，腳加起來，加油！加油哦！5、6，旁邊2步係嘛？1、2、3、4，加油哦！1、2、3、4，前面行4步，1、2、3、4，扭4步，哎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 V 字步，哎，加油啊！聽1道，加油！聽1只動作係嘛嘅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旁邊2步，做乜嘅？胸口運動係冇？旁邊2步，各位咧，前面哦，1、2、3、4，做乜嘅？我唔記得嚇，1、2、3、4，嘿，來踏步一下，休息一下，有冇？有知道有一些些的喘的，係冇？好，故說呢調整樣啊，調整下呼吸啦，哈，來吸氣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做一道哦，吸氣，哎，很喘的時候啊，
你就做吸气、吐气，就做好诶哈。深呼吸，吐气，轻后一刀哦。深呼吸，吐气，做对吗？好，来做一下舒缓运动，好吗？等下我跳起来，好吗？来，脚打开来，好，手打开来。 好，强强的哦，做腰部的慢慢的伸展的动作哈，来做到右片来。好，然后呢，让牙手不用到牙膝盖。好，各位俩上面两只手呢，到牙耳拱的旁边。做得好，伸展一下呢，调整牙呼吸，哎，吐气哦。多多做伸展动作哦，哈，做得样啊，防止老化哦，两肌把一天都躺起来哦，哈，打开来。 做广一刀，慢慢的伸展，都做伸展运动做得有嘛个？防止老化，一定要记起来哦哈。我说你都不卡，一定要做伸展运动哦哈。来打开来，做一刀，慢慢的，哎，安尼手要来出来了，安尼老师强调，你看，安尼手长长有嘛？各位肚子收起来，脚沉出出。 有没有？好，来到咚床啊，哎，来做很多伸展运动啦，哈，打开来，弯片哦，手来到床，哎，各位牙肚子哦，要向前面哦，做我们的按来斯文走腿来哦，哈，好，慢慢再来，做一道深呼吸，好吗？来吸气，好，嘴巴再打开来，吐气，做一道哦，吸气，再打开来，吐气。 好，做对嘛？做了一刀好嘛？做哦，然后四只动作连向下，做得按住休息来好嘛？好，准备啊，来，脚踏步，做得好。嘿，你知道啊？想要涉水啊，你还夹夹去涉水哦，涉的就夹夹转来哦哈。加油哦，各位，等下按做得这样一刀全部做得按这样休息好嘛？准备啊，来了，踢着耶，好嘛？ 5、6、7、8，加油哦！好，走来哦。听一扎海马嘅腳啊，抬起來，係嘛？加油哦！我抬頭挺胸哦。各位咧，旁邊係嘛？兩步，我做嘛？胸口有記得嘛？係，拉佢記起來哦。係，安尼係全身有氧哦。前面四步，我做嘛嘅？牛絲襪，係嘛？最後。 各位啊 ，V 字步開始，做得嘛？哎，數算車咯，聽一扎係嘛嘅呢？1、2、3、4，加油啊！5、6，各位咧，旁邊係冇？哎呦，記起來了，懂厲害哦！係啊，你看我就講咧，日日嗱下向下運動嗬，哎呦，前面頭腦也會變好啊，有冇運動啊？睇下。 做一刀哈，V 字步，加油加油！还有2刀，各位咧，哦，腳抬起來，係嘛？抬較高啲喂，加油哦！各位咧，旁邊，哎，記起來啊哈，當簡單，日做5分鐘就好，好嘛？前面4步哦，4步，後背。 好，有冇？為身體主動爽快，係冇？全身的有氧運動啊！哈，腳打開來，深呼吸，吐氣，當爽快哈。有知道你身體變強冇？有哈，當強係嘛？不說啊，你要運動啊！哈，好，上面，係慢慢的手打開來，好，做伸展哦，記得哈，伸展用啊，防止老化，係冇？ 好，手來衝衝哦！哎，做來衝地位哦，嗱，人哋老師強用哦，有來衝衝冇？有哈！哎，等好哦，慢慢的再來，做一刀哦，手來衝衝。哎，記得哦，下背肩頭冇按嚟走放起來，不用下去。哎，慢慢的手再來，輕後一刀哦，慢慢的來，手要到耳拱喺旁邊，有冇？ 各位嘅肚子強用哦，要豎起來哦。好，慢慢再來，輕後一刀，
好，来长长哦，好，来狼牙脚，熟悉了，有冇哈？鬼神咧有挺通道嘅，係嘛？哦，有流汗嘛？有咧哈，你都有流汗嘅，係嘛？四隻動作啊，唔好，唔記得咯，下到然後全部要做，向下要做一道哦，好嘛？好，加油哦，要練習啦哈，拜拜，再見。